哲、譚惠芳、游訪雪、謝希韻、劉佩英7位女士創校，命名為麗澤女子中學。當時設於灣仔鳳凰台，分校設於九龍嘅佐敦道。之後我哋繼續擴充學額，正校設於堅尼地道，分校設於九龍嘅德興街。1940年，本校繼續擴充租借附近嘅樓宇辦學，分校繼續租借尖沙咀嘅諾士佛台。去到1941年，香港淪陷；1945年，太平洋戰事結束，本校重修德興街嘅舊址，易名為麗澤中學，逐漸樹立復校嘅規模。1950年喺廟街設立分校。1955年獲得香港政府撥尖沙咀廣東道嘅地段，就係我哋依家廣東道嘅校舍。去到2012年，童軍徑嘅新校舍咧就擴建完成落成啦。感謝神喺呢95年嚟眷顧麗澤中學，雖然經歷無盡嘅艱辛，但係我哋仍然係堅持辦學嘅理念。一方面以基督精神讓同學全人成長，另一方面係傳承中華傳統嘅文化。我哋以基督嘅心為心，隨住主嘅腳步，為培育下一代，帶領佢哋走當行嘅道路，期望佢哋日後為社會發光發熱，造福人群，榮歸上帝。找不正，又炮之歌集何要是有聲，禮讚明明已吹響玉群熱，常舊在同喜相應在同聲，學問無止境，欲主心靈前程，人類於是正。無列鬥，無急功，無近命，君不見兄弟為殺福一歸，福一歸等風騷的共無體，又不見骨精狗養不及處，不及處，又為起正共討厭，學問無止境，欲主心禮前程。